我知道啦。3對3，輸8球。3對4。哇8對7。3對5輸8球，5對3，8對8。6對3。邊個打親都係向你方向打嘅喎，我發現。冇啦，算啦。個波識轉彎嘅，邊個嚟就邊度。開到。平時唔開啊，臨尾先開嘅呢頭波。嗱，我講一講先啦。嗱，呢球波呢度玩就冇乜所謂，但係如果冰總賽事咧，屋咗張台咧就當咗輸㗎啦，趴晒上去更加輸。呢度啊冇乜所謂，係爛咗要賠錢嘅啫。但如果咁輕咧都壓得爛咧，張台本身有問題，都係唔使賠嘅啦都係。呢個仔咧俾得咁細落嚟㗎，係咪咁輕都壓上去都爛？本身張台一定有問題啊！哦，係啊。9對9轉8球，32。9對10。9對11，第3局。0比1。今日啲年齡好相近啊，好多個9歲，4個9歲。因為冇7歲。我有一次有5歲，有6歲，係啊5歲。我5歲生日啊，嚟咗變形金剛啊，冇對手啊，可能。擺明嚟攞條拳咁痛。上禮拜2個7歲。好多9歲啊！今日9歲4個9歲啊。2對3。我咪成日食飯盒咯，我食要呢個係南灣多要呢個南灣。哇飽啊！而家先有食飯咯，高度5對4。係個陳老闆咧自己瞓到3對3轉8球，死活啦係。6對4。今日冰總夾咗之後讓分喎，麥景浩對關文浩，麥景浩輸棄權。麥景浩對關文浩啊，棄權麥景浩。哦。咪讓分場唔係夾咗。麥景浩唔打。我先去外國。3對5。哇！好犀利。哇！好厲害。4對5。8對6。5對5轉8球。哇！11歲啫喎，咁犀利。5對6。唔係啊，有7歲人11歲啊，早2禮拜都係啊，讓4分喎，讓4分喎。7對6。今日都好多2比1喎今日。哇！好波。6對7轉8球。
攞個停車場大鬼三。下場安排翻喺度啊！下場安排翻喺度啊！唔使等陣。啊！開始有氣勢咯，捉！叫好啲喎，一人叫一叫大聲佢哋。啲木瓜喺晒佢面台。哇！哇！好靚。13對12。好嘢！